奇怪，今仔是啥物日子啊？有够烦的咧！彬彬，大哥阿姐，你来，来。是的吼，这再来叫了你。无要紧啊。彬彬这2天，你是暗时拢在叫妈妈，吵到我甲阮先生都无办法困。妈妈，大哥阿姐，阮妈妈咧。恁妈妈，王太太伊起也未？伊出去啊？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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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咧。彬彬，大哥阿姐讲，妈妈甲阿公转去布袋啊，因为阿姑转来厝内有代志。过几天啊，我才带你去看妈妈，好不好？好。彬彬，再见。大哥阿姐再见。叶太太啊，以后你都莫阁带彬彬来看秋霞。为什么？我是讲秋霞无一定当时转来，等伊若转来时阵，我再叫伊去看恁。你今晚安尼讲是啥物意思啊？我唔知影，非得你先生的面色就歹看。咱是一番的好意，无想要霸占这个囡仔。因既然遮尔凶，咱也无必要去巴结伊啊。以后彬彬就是叶彬彬，每年一届的宴会取消。彬彬，恁妈妈无爱滴你啊，你知影无？妈妈乖，妈妈爱我。阿桑，甲彬彬抱走。是，彬彬啊，咱去外口佚佗哈。哎呀，范官呐，对囡仔遮尔歹，要创啥？万青，今仔日咱莫转去啊。为什么啊？你看，范官的脾气又阁无稳定安尼，我哪会放心呢？妈，我无代志。范官啊，你的性地爱小改一下啊！你即马是咱兜事业上的领导人，凡事啊，拢爱学晓冷静。上较忌讳的，就是冲动。就讲王太太这件代志来讲，这根本无啥货嘛。伫顶一摆宴会了后，你嘛捌甲我分析过，讲王太太是一个真了不起的查某人。这件代志发生了后，你首先爱小想看卖咧，王太太，伊是毋是有逃避的意思咧？我想是安尼。哦，你根据什么？伊还阁少年，伊甲囡仔送出去了后，伊就会当无牵挂去嫁人啊。伊得到绝症是事实啊，有可能是骗人的。范范啊，做人爱靠北当的，凡事爱为好的方面去想。若是你推断错误，会去互人笑。你今仔这种想法，毋是一个领导人应该有的心态。我绝对相信王太太的人格。表叔，伫个江湖上佚佗的人，唔惊外人杀，只惊死人知。阿亮，恁表嫂的灵魂咧甲你引，你有看到无？啊！你所做的歹代志，有法度骗外人，无法度骗死人。你的所作所为，恁表嫂拢知影。表叔，我该死。王太太是一个有北断的人，伫749天以来，伊的灵魂会走去伊亲人身躯边看卖。你算起来嘛是伊的亲人，是，紧向伊就抓来报警，要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，甲你过去所做的业，想办法甲弥补回来。也若无，伊是袂原谅你的。一定，表叔，
我会照老妈甲我讲的话去做。假使讲我若搁骗你，我就不得好死。秋霞，这是东东要甲你友好的啦，伊叫赵敏交互你，赵敏足艰苦，差一点仔哭出来。秋霞，你的囡仔一个一个拢遮尔啊巧，遮尔啊友好，假使你若无死。每天陪伴这5个怪卡的囡仔，唔知有偌好。爸，我的心内嘛无想要安尼做，爱我的囡仔，就敢若挂我的肉同款。要毋过我嘛是无法度。你老大人81啦，还阁会当活偌久？你敢有精神照顾这5个囡仔？爸，无得靠我比你较早走，会当尽这份孝心，我就无啥物心思啊。顾阿伯，阮先生讲，伊想要甲王太太讲一寡代志，是关系到彬彬的代志哦。对。我想要知影，伊对彬彬的代志是啥物态度？也是毋是？我听无啥有呢。我讲较明的，恁以后是毋是无愿意搁甲彬彬保持联络啊？你是安怎会安尼讲呢？彬彬这几工一直咧闹，伊差要找妈妈。透早我带伊来过啊，无拄着王太太。也毋过，李先生伊煞甲我讲，以后莫搁带彬彬来找王太太啊。是金毛讲的哦。对啊。伊敢也有讲啥物啊？后来伊搁吞吞吐吐讲一寡话，我嘛无注意听。顾阿伯，阮是为着彬彬，才无甲这份亲情切断去。尤其是将来兄弟姊妹啊，会当互相关怀，才会用心去安排顶摆彬彬的生日宴会。假使讲，恁无想要保留这份感情，阮对彬彬的教育方式就无共款啊。我真感激恁。阮无要爱恁感激，我敢若希望王太太会当当面向我表明伊的态度。我是彬彬的阿公，会用去替秋霞做主啊。袂用的。叶先生，你安尼讲，就讲袂得过啊。我应该安尼讲。阮是对秋霞的手内领养彬彬。哦。顾阿伯，王太太是毋是出去啊？伊，那安尼什么时阵会转来？真歹讲。好啦，王太太若转来，请伊一定爱来我办公室一撮。九玲，咱来转。秋霞，你为着囡仔的前途，忍心甲囡仔拢送互别人，也毋过骨肉连心。彬彬的即马虽然还阁细汉，伊嘛是会阁想妈妈。你安尼做你走，你的囡仔会阁较想你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
你先莫激动，我未听清楚咧。你开牛排馆，是安怎会开甲向倒去啊？我家己投资100多万，想袂到6个股东内底有3个像我安尼生，真正摕钱出来，还佫有3个根本就是适合款套，故意要骗阮的。妈，你投资100多万哦？前前后后算起来有170万。这种代志吼，袂发生伫我遮啦。我无钱，我就是半鱼半两世人吼，嘛无才了趁170万啦。我的170万嘛，毋是遐尔简单赚啊！无遐尔简单赚，你是安怎要摕给别人啊？我嘛是想要做一番事业啊！哎呀，你若量早甲我参详吼，我就会劝你莫做啦。我嘛毋是无甲人参详过啊！我恨我家己，乃无听庄的话。啊，即马迄位曾先生呢？走啊！你即马应该知影，为啥我会搬厝啊？吼！啊，你以后的生活敢会有问题啊？暂时是袂有问题啦。我身躯边还有一寡金啊。唉，我嘛无法度斗3工。我唔免你甲我斗3工，搁较艰苦，我嘛会饲弯弯。也毋过，你大哥，弯弯是一个真巧的囡仔。伊若是知影我人骗遮侪钱，伊会足艰苦的。希望你千万爱替我保密，莫甲我黄多100多万的代志甲伊讲。好啦。妈莫甲王太太讲哦。王太太？弯弯的妈妈郭秋霞。哦，以后再搁讲啦。妈，哪会安尼？我惊你讲要带阮妈妈去食牛排，下课的时阵经过你的牛排馆，哪会看牌仔讲无营业啦？总破赛有代志啊。弯弯，大哥阿姐，你啥物时阵来的？我来一段时间啊。我妈妈咧。我就是要来甲你讲，你妈妈缀你阿舅等去报地啊。伊叫我甲你讲，爱好好啊听新妈妈的话，用功读书，无代志吼，就莫后白走。啥物时阵会转来？无讲啊，弯弯啊，真侪代志吼，是恁囡仔吼莫知影的啦。为伫吼，大哥阿姐以后定定来看你，带你出去佚佗。弯弯啊，新妈妈的代志你就莫管，就亲像你头拄仔讲，牛排馆是安怎已经无营业啊？这你就无应该问啊。大人的代志有大人的想法啦。凡说你新妈妈吼，认为牛排馆无趁啥物钱，不如开一间金仔店。凡说吼，伊就会开一间金仔店。真是了，我要送阮妈妈一个真水的手指。哎哟，啊你这个囡仔吼，哪会想一寡有诶无诶啦？妈，你甲牛排馆关起来，开金仔店哦。我等下甲大哥阿姐参详啦，还未决定。那安尼，恁继续讲，我入去做功课啊。对弯弯这个狗囡仔吼，会当瞒，咱就先瞒啦。我敢若惊对不起王太太。你连到即摆才来找我，啊，就我遐细汉的死骨烂路，唔肯互我走啊！你甲因叫来啊，我来考考伊。哎呀，无路用啦，我有嘴讲甲无烂，因拢唔肯听。无你安算要安怎？就安尼继续落去是吧？你讲我是会当创啥啦？
相亲修理阮这种人啦。我毋是有甲你讲过啊，你用来我遮学修理车，将来会当家己开一个修理厂啊。我要哪有遐好的耐性啦？只要你会当下定决心要改过，自然就有耐性啊。好啦，我明仔载就来报道。啊，毋过你今仔日爱先借我2万块。借要创啥？我住伫庄脚的阿嬷破病啊啦，我想要寄一寡钱互伊，尽一寡孝心啦。我明明知影你可能是咧甲我骗钱，毋过我赶快来借你。假使你明仔载无来，我会去找你。这是什么物件？一块钉钉。啥物互秀秀的批啊？高雄米拢寄来，哦，安尼就是因小弟东东啦。花内底毋知影底啥，钉钉一块，摸嘛摸袂出来。哦，可能是巧克力啊。莫乱药啊啦，好准备出去食饭啊。秀秀还袂放学啦。你记忆足歹的呢。秀秀毋是讲啊，放学要去看因妈，袂转来食饭啊。那安尼可能是甲你讲的，伊无甲我讲。阿妈、阿公，我放学啊！你看，伊无甲我讲无要转来食饭，就一定会转来。阿公、阿妈，秀秀啊，你敢若甲我讲放学要去看恁妈啊？本来是要去的，啊，毋过今日功课足多，我刚去甲阮妈遐食饭伤晚，转来写功课，搁来写到半暝，所以我无去。哦，牛教授，我比你减几啊岁，身体比你健康，记忆比你强。是，你全部拢比我较好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秀秀啊，我又搁倒位讲毋对呀？阿公阿妈恁拢无毋对，我嫌我转来袂会煮饭，是我毋对。嘿嘿，这个囡仔实在是真巧。就高嘴的。嘿嘿，我就知影你会讲这句话，所以我无讲，互你来讲。啥怎要安尼？哎，啊若无，咱这顿暗顿免哪可能才会开活。你，哼，敢巧！奇怪，东东哪会寄一块录音带给我？阿姊，我是东东，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。嘿嘿嘿。阿公来看我，我讲我要寄录音带，你紧去买录音机，唔去买就听袂到，听袂到就应该。哈哈哈！你是咧讲啥？不准摕互妈妈听。好啊，再见。OK。哼，我就要摕互妈听。婉婉，恁搬厝了的新地址，我已经记落来啊。电话号码我记落来啊。卡长途电话足贵的哦。你以后莫乱卡长途的电话。我发明寄录音带，你会当学我。哎，东东咧甲谁讲话啊？我们来知啦。奇怪，伊明明已经困啊。你若是看到妈妈，就讲我足想伊的，希望伊来看我。彬彬嘛搬去台北啊，你会当去找伊。因兜有真济饼哦。大块阿叔介意你，因为你是查某囡仔，伊无介意我，我嘛无介意伊。是毋是咧写批啊？写批念这大声要创啥？我去看卖咧。哎呀，囡仔因的代志，你都莫管啦。哎呀，袂用咧，我一定要去看卖咧。哎呀。
东，东东啊！东东，东东。哎，伊一定咧喊眠啦。你哪会知？伊困了好好啊。哎呀，这个狗囡仔连困都无老实啊！哎，明仔载吼去找一个收囝的来。要创啥？囡仔哦，一定是互你骂甲惊啦，按时困哦，再乱讲话。我当时干嘛？迄做的咯，伊8箱啊寄过的代志，啊，搁有5000块的代志，啊，搁有人结婚哦，你冤枉伊放炮仔的代志，你安尼遐尼大声，伊当然嘛会惊着。我是为好啊！你这个大闹啊坑，甲囡仔拢惊着啊！明仔载哦，去请一个收囝的来，去一下写咧。是咧写啥啊？我还毋是妖怪啊，我是因老爸呢。哎，老爸哦，哈大声着，嘛会惊着囡仔。哎呦，你都帮我煞啦！恁囝是咧惊啥啊？若真正拄着妖怪哦，伊开身躯的阳光之气哦，保证甲妖怪惊走啊啦。对，查某囡仔就是安尼，规身拢爱让伊3分。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佩佩，你袂晓写批，也毋过你会当甲我同款，用嘴讲话、唱歌，你阁会当甲你看过翁仔煮的故事讲互我听。我即马出一个谜题，互你摇，摇一字，注意听哦。一横一竖，一横一竖，一横一竖，一竖一横，一竖一横。一竖一横，摇袂着是讲大呆。再见。爸爸，迄是啥物字啊？你较紧甲我讲嘛。好啦，我先看卖咧啦。一横一竖，一横一竖，一横一竖，一竖。一横一竖，一横一竖。佩佩啊，恁爸爸吼一定摇袂着，摇袂着吼，伊就变做戆大呆啊！一横一竖，一横一竖，一横一竖，一竖一横，一竖一横，一竖一横。这是什么字啊？哎呦，万岁哦！我真正变成王大呆啊！一横一竖，一横一竖，一横一竖，一竖一横一竖，一横。这种字啊，一横一竖，一横一竖，一佩佩啊，就是这个字啦。啊，妈妈，这是你想的，还是爸爸想的？当然是你爸爸想的啊。也边看，也边望，
困见生妹红水哟，生妹哟，亲爱哟。东文啊，你是安怎想出来的？你紧讲啊！我今日哦真欢喜，要啉一杯。好啦，紧讲哦，我去替你挂一罐烧酒回来。我也是走去学校哦，问迄个张老师啦。哦，阿妹哎，我抓准你真巧咧。妈妈，好，我想一下。你豆豆想，这关系到你一世人的前途，莫清清彩彩做决定。妈妈，我想到啊，我要做护士，是安怎要做护士咧？因为妈妈的身体无好，我逐工跟咧妈妈的身躯边替你注射。妈的身体已经好啊，那安尼，我会当替足侪破病的人注射。佩佩，妈以后不用来看你啊，你敢免想妈？会啊，妈妈，你是安怎不爱过来看我？妈有代志，要去足远的所在。妈妈，你莫去。妈妈，你莫去啦。佩佩，乖，听妈的话，也搁爱听新爸爸、新妈妈的话，知无？嗯。佩佩，妈要走啊。妈妈，出去！哎呀，你甲我出去！我讲的拢是真实的。是真是搁较害，秋下死啊！恁阿爸无所在去啊！你才转来要甲我捉转去的对无？哼！等我转去布地了后，你将恁阿爸交代予我，家己搁逍遥遥做你走。我问你，我算啥？我袂去走啊，咱转来布地，安安稳稳过日子。哦，那恁阿爸要安怎？我当然来奉太伊啊。你有效，你去饲伊啊！阿英，这袂当怪我，是你骗我。当初是咱熟识的时阵，你有甲我讲，结婚了后，咱两个人会当搬出来，过两个人的生活。哼！也毋过结婚了后咧，你就将我送转去布地，打官打家，什么人拢会去管我，什么人拢会欺负我。这10几年来，我忍耐有够多啊啦！咱是翁仔某，你哪会讲这款话咧？我毋过抗敌生活来搁较艰苦。这10几年的少，要算嘛算袂完。你去找别人问看卖，10几年的翁仔某，也毋过咱两个人做伙时间也无2年，这算什么翁仔某？我问你，一个查某人的青春有几年？我敢讲愿意等你10几年是无？阿英，你我安怎？哼，我想开啊啦！后转你来的时阵吼，莫袂记将离婚证书trả来，我签名转印啊！你敢无想看卖？这10几年来，我是安怎无要时常转来咧？我要哪会知影？咱年底结婚，你年头就生联姻。哦，你是怀疑联姻毋是你的囡仔？我高调户无遐尼大的才调，5个月就会当生一后生。哼！你家己有做过啥物代志，搁想要落后别人？哼！哼！阿姊啊，你是安怎？
师傅伊敢毋是来接你，你就甲伊转去啦。有一个人饲你，总比无较好啊。也毋过伊讲连兴毋是伊的囡仔，我免听会落去啦。你有喙，是安怎袂甲伊讲清楚咧？我拄则气甲你要昏去啊！我讲，啊，以后你是要安怎啦？我甲你做伙去上班，共款会当车用连兴。煞煞去，要跳落火溪就简单的，要爬起来就足困难的。那安尼你讲，我应该安怎做？敢阮叫我死皮烂落去救伊哦？你毋是讲因小妹足明理的，你会当去找伊啊，甲恁结婚前就发生关系代志解释又清楚。秋霞，我已经尽力照你的话去做，也毋过我失败啊。刁虎啊，你甲恁某发生的代志哦，千万袂当甲恁爸爸讲。唉，秋霞过身，恁爸爸的心内开始真艰苦啦。秋霞讲的是对的，刁虎啊，凡事会忍就忍。你甲恁太太嘛无啥物天大的冤仇。李大哥，你希望我搁等去找阮太太哦？这哪有啥物啦？伊本来就是恁太太啊，你嘛无办离婚的手续，永远拢是合法的夫妻啊。也毋过伊无理取闹，伤过分啦。你讲的是啥物啊？伊认为嫁互我这10几年是咧受罪。对啊，伊是恁太太，伊需要翁婿。你安尼几年通天拢无转来，伊甲寡妇有啥物分别啊？谁人叫伊唔友好阮爸爸啊？唉，友好毋是强迫的啦。你甲爸甲妈爱就要友好，迄有啥物意思啊？友好都要发自内心嘛。假使我若顺从伊，甲伊接转去，安尼阮爸爸要安怎？恁爸爸会当暂时住来我家，但恁翁仔某两个人感情若好，恁爸爸的气嘛消啊。恁两个吼，才阁做伙甲恁爸爸接转去布地啊。刁虎啊，这是恁小妹最后的心愿呐。我了解阮爸爸的性地，伊恐惊袂原谅阿英。你若对恁爸爸歹讲吼，我来讲。等伊回来吼，我找一个机会好好甲考考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爸，郭阿伯啊，我有一件代志，敢会当甲你交我一下意见？你讲啊，郭阿伯啊，你敢会记得秋霞过身进前，希望刁虎甲阿英啊接转来厝内？我认为秋霞讲的话真对啦。顾家做厝袂当等伫遐。阿英虽然有毋对，不过我认为上大的错误也是伫刁虎啊。伊袂当安尼规年通天拢伫咧行船无要转来，亲像阿英这尔少年就守外寡，这想嘛记则袂掉啊。郭阿伯，我讲一句无应该我讲的话，你嘛已经真侪岁。性地嘛，都要小改者，应该甲恁查某囝小学者。秋霞吼，确实有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伊的修养真好。就以顶摆你下现仔代志来讲啦，你结开走出去，伊着急啊，差点仔起笑呢。你莫阁提起件代志也好无？我已经向秋霞认着啊。好，
你有这种度量，代志就好办啊。金毛啊，敢讲你爱我去向阿英下实的哦？我无这意思啦，我只要互你承认讲哦，阿英也是恁兜的新妇，是恁顾家的人。我嘛捌讲过，伊毋是阮顾家的人啊。对啊，假使咱两个人徛伫阿英的立场，你会安怎想？阿英啊，确实真可怜呐。顾阿伯，你敢会记手下要过身之前留互你的遗言？恁顾家大树骹，袂当无你这老伙仔伫遐下闲啊！伊希望顾阿伯会当过来享受天伦之乐。钱哦，无好趁，开钱的大爷哦，拢真巧哦，想要趁因的钱哦，少年水才是本钱。你先坐起来。哎，婉婉，婉婉，你真心一下。婉婉，婉婉，真心一下。妈，你哪还晚才回来？妈有代志，你去房间来困哈。恁查某囝遮高水的呢？伊哦，伊足巧的，袂在伊面头前讲过。哦，你是无想要互伊知影，你搁落海哦？我当然袂互伊知影。爱娜，真歹做呢。拄则我毋是有甲你讲，爱少年搁水，才有本钱。有本钱了后，搁爱有本事。掠着几个老客户，互因开支票、签字，而且搁爱赶伫咧支票后壁背书。啊，若无吼，你若想要趁大钱，根本无可能啊！我无想要趁大钱，只要趁有够饲阮查某囝就好啊。好啦，你哦，若真正想清楚啊，明仔载你就来上班啦。你有搁走来创啥？王太太唔肯去我的办公室，我只好家己搁走一撮。手下无伫的，就算搁走10撮嘛无路用。李先生，我是一番的好意，完全是为彬彬设想。你的面色何必就遮歹看咧？阮爸母就是甲生做歹看面啦。我若是我都逐工安尼面笑笑吼，我早就做男主角啊！万免一世人吼，拢做迄种特约的演员啊。其实我算一个外人，恁的代志我根本会当卖插啦。唉，只是囡仔实在伤可怜啦。哦，我看你的面就敢若一块白板，想袂到你嘛有感情哦。笑亏啊！无感情我是要来搬伊啊？导演叫我笑，我就爱笑；叫我哭，我马上就爱甲我的水道头拍开，目屎亲像水安尼马上顶落来啊！李先生，我咧甲你讲正经的代志。好，我即摆搁一摆真正式甲你讲，手下无伫的，以后你毋要来找伊啊！啊，若彬彬已经是恁业界囡仔，恁敢有愿意对伊加付出一个爱心，迄是恁业界的代志。好，王太太既然对家己的囡仔遐尔啊绝情，就煞煞去啊！以后我嘛袂过来啊！昨夜多少伤心的泪涌上心头，只有星星知道我的心。今夜多少失落的梦埋在心底，只有心
来，紧食吼。阿妈甲你煮一碗面，还佫加一粒卵。我袂枵呢。少年人哪会袂枵的咧？来来来，多谢阿妈。你莫客气啦，紧食吼。秀秀啊，你哪读册定定读到半暝啊？明年热天就要考高中啊，我希望会考调8一路。看你安尼读册哦，我会足唔甘的呢。同学拢是安尼啊。我伫咧国外无看到囡仔遮尔用功的。哦，当然咯，用功毋是歹代志，你着安心读书。我逐暗哦拢传物件互你食。阿妈，以后我要倒腰，我会家己传。甲妈莫遐尔客气啦，用遮尔济体力，无补充营养哪会用的咧？紧食紧食吼，食了甲我摕去灶骹，我先来困啊。多谢阿妈，阿妈安。还阁暗暗哦，得要2点啊。妈，你甲我安排无毋对，我感觉阿公佮有阿嬷是世界上上好的阿公佮阿嬷，因开明、人诚实，佮充满了爱心。秀秀，妈，你放我啊？妈，妈，我足感动的。阿公甲阿嬷对我足好的，逐个暗时阿嬷拢煮物件互我食。伊讲惊我读书伤忝，爱补充营养。秀秀，你安尼就对啊，爱体谅人的苦心。人爱你，才无白爱；疼你，才无白疼。妈，你甲我安排伫阿公阿嬷因兜，足费精神的吼。妈妈替囝儿做啥物拢是应该的，你无需要安尼讲。明仔载我一定要将阿嬷的代志甲妈讲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我阿伯，调虎出去啊，伊找到因某啊，找到啊，调虎安怎讲？伊转来一句话拢无讲，大概是讲了无好势。哦，我要出来啊！你今仔有通过呀？我想讲要顺续来看一下彬彬的爸爸。总经理，请入来。叶先生，大哥阿姐，彬彬乖，大哥即来看你啊哦。有玲，甲彬彬抱走。叶先生，我今仔日来就是想要解说彬彬的代志。请王太太来解说。宦官，抱走。李先生，是的吼。叶先生，以后秋夏袂过来见你啊。这句话是伊叫你来讲的，是毋？是我家己要来讲的。好诶，好诶。总经理，后下去楼骹啦，有啥物代志是毋？我送李生下倒。李生，请。唔免啦，我目睭啦。
叶先生，我对你无啥物要求，嘛无要刺激你的意思。以后你就了解。哦，是毋是有啥物代志袂当讲的？叶先生，阮真感激你对彬彬遮尔好。不过我想要甲你提醒，彬彬是一个人，伊是你的后生，伊毋是恁商场上的股票，念伊涨停板，念伊跌停板。王家对恁兜无任何的条件，你对彬彬的代志毋好伤过敏感。喂，阿哥，我是秀秀。哎，我倒来看妈。对啊，今礼拜啦，小下晡免上课。好，好，安尼我食饭饱我就转来。好，好，阿公再见。秀秀啊，嗯，秀秀啊，你是安怎无要带好啊？我为啥爱带好？我讲唔对啊啦，恁阿公无伫的啦，啊，恁大哥即嘛无伫咧。我妈伊袂出去啊。恁妈有诶啊，手下的代志千万袂当甲囡仔讲啊，瓜爸已经用要袂堪的啊。秀秀啊，恁妈敢若甲恁阿舅等于部地啊啦。奇怪，为啥无打电话给我咧？这我嘛唔知影。你先转去啦，打电话我叫恁阿公去看你吼。多谢有阿伯。有阿伯买一杯香。哦。妈妈去救救你所在。大姐。